Hello，大家好啊，我係 Johnny。呢條影片嘅 topic 同標題咧非常之簡單。喺過去幾年啦，越嚟越多香港人北上大灣區置業嘅情況之下咧，衍生出新型嘅騙局啊。咁啊，號稱係長者版嘅 KK 園啊。咁呢一類型咧，通常佢哋會披住一件非常華麗嘅外衣。咁呢件外衣有個名叫做投資。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咧炒賣車位賺到錢嘅例子咧，真係數不勝數嘅。但係咧，好多人因為咧喺香港由於炒賣車位嘅成本太高啦，同埋風險自己承擔唔起，因此咧佢哋又將目光擺咗喺大灣區呢邊啦。呢一類型嘅人咧，通常係香港嘅長者朋友啊，但係翻到嚟大灣區內地啦。咁投資炒車位嗰個概念啦，嗰個方式邏輯仲得唔得呢？係唔得嘅。但係仲有好多人，包括而家拍緊片嘅呢個 moment 啦，亦依然咧都係有好多香港嘅長者朋友中招。因此咧，我就拍攝呢條影片。咁個心喺度點樣諗嘅呢？就好簡單，我信奉一個道理叫做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大家咧跟翻自己嘅心做嘢啦，拍出嚟嘅作品啦或者影片嘅內容啦，就會吸到一啲同頻嘅人。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影片，中意我呢個頻道咧，記得訂閱我哋。咁我哋嚟講一講呢個影片啦，就係風險提示兩樣嘢。第一個，好容易得罪一啲資本嘅蛋糕，因此就強制落架呢個大家做定個準備啦。且睇就且珍惜嘅。第二樣嘢係乜嘢呢？第二樣嘢就係以下嘅一個內容啦，就係我自己嘅一啲睇法感受。咁我就係純粹分享俾大家，唔建議大家嘅一個投資建議、投資方向嘅。好，咁我哋嚟講講啦。喺近幾年啦，越嚟越多報紙會登翻就香港嘅一班長者啦，即係唔係一個，仲要係成團嘅長者俾人哋喺例如喺大灣區，我就唔點名邊個城市啦，因為喺邊一個城市都會有呢啲騙子出現嘅。咁你有唔同嘅財富，就有唔同嘅騙子專門為你而 set 翻個天仙局呢啲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個準備㗎啦。但係呢，好多香港嘅長者朋友永遠都有個心理係乜嘢呢？貪。大家知道啦，人一老咗之後呢，就唔想睇住仔女嘅面色過日子嘅。咁加上自己由於冇咗生產嘅能力啦，即係冇收入來源啦，好大一部分被呃嘅長者呢，係因為喺年青嗰陣時呢，冇做好一啲理財嘅規劃，即係我哋叫做瞓住覺都可以收到錢嘅被動收入。因此佢哋往往呢班人呢個貪字呢，一旦被放大咗之後啦，俾呢班騙子放大之後呢，一擊即中嘅。咁有人就會問啦，係咪有人唔貪㗎？好老實咁講，人咧都係有個貪念嘅。小朋友大朋友青年、中年、老年，個個都貪。有人係貪錢，有人貪享受，有人咧就係貪安心。而我哋嘅長者朋友，特別係香港嘅長者朋友，由以前到而家，獅子山嘅精神，永遠係中意自己養自己，就唔靠任何一個人，包括自己嘅仔女，因為睇人哋面色做人咧，即係唔係幾好嘅。因此咧，呢班騙子就針對佢哋 set 咗個天仙局車位前面加咗兩個字，即係披咗一個外衣叫做投資車位啦。投資車位咧，佢點解玩唔過，或者點解會呃到嗰班老人家呢？以下嘅內容大家聽清楚啦。三樣嘢，第一個非常之吸引到人嘅高回報。我講嘅呢啲高回報呢，通常你抌翻10幾20萬或者係30、40萬，咁你每年咧會得到咧大約係15到25% 嘅回報。咁咩概念呢？大家要知道巴菲特股神人哋拉長拉勻人哋投資界嘅神每年平均落嚟差唔多先20%。喂，大佬，你咁樣就收到20幾個%嘅回報，呢啲項目你覺得輪唔輪到你先？係嘛？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啦，大家參考翻國內嘅股票啦、銀行嘅定期啦，同埋一啲基金嘅回報啦，通常係2到5%。呢個咧就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區間。睇翻你嗰個成本有幾多，咁你又會有一個豐厚少少嘅回報。第三樣
中國內地啦，大家自己可以去 check 翻，即係6% 左右嘅回報咧，政府就會提一提你，呢個你要 check 翻清楚，呢個投資嘅一個真實性、可靠性同埋保障性。即係呢個級數咧，仲未定義係危險嘅。咁去到8% 啦，咁政府通常會同你講係高度嘅一個警告啦，即係警告你呢個項目你自己會做好晒啲功課，做足晒所有嘅一啲文件嘅一個清楚咁樣你先可以去做，都幾 OK 嘅，即係都未去到會死人冧樓嘅。咁去到10%，即係10% 以上嘅情況下咧，咁政府都會同你講，基本上你要面臨嘅後果咧就係本金冇晒，即係佢可能會頭1-2個月俾10幾、20幾、30幾% 嘅回報你，但係過咗冇幾耐啦，你發覺想攞翻個本金係冇嘅。咁呢樣嘢咧就係好多長者朋友最容易落搭嘅，因為你即刻俾10幾20萬，你真係頭2-3個月收到錢喎，咁係咪好抵玩先？聽落我都開心啊！但係咧事實就係咁樣殘酷嘅，咁騙子咧往往講到你非常之開心，但係咧當你唔開心嗰陣時咧，你發覺個騙子早已經係唔知去咗邊度啦。OK，咁呢個係第一個啦，高回報非常之吸引到大家。第二樣啦。咁你高回報得嚟，你冇一啲數據去同啲 uncle 畫餅，咁人哋始終喺香港見多識廣啦，咁人哋唔信噶嘛。於是乎咧，佢哋會引用翻香港嘅炒車位嘅成功例子，即係失敗佢就唔提啦，淨係提成功嘅跳樓嗰班佢就唔會舉出嚟啦。咁第二個啦，就係國內嘅一個海量嘅市場。咁中國內地咧人多咧係一個事實啦，但係係咪個個都係有份送錢俾你使先？係冇可能噶嘛，大佬。咁你人越多嘅市場，你可以佔據一個高回報嘅項目，晨早俾啲大資本就食晒㗎啦。點樣會輪到我哋呢班人呢？呢個數據嘅一個造假嘅概念咧，其實係佢哋喺呢班香港長者嘅一個重要嘅一環。通常佢哋會喺香港嘅酒店啦，舉辦一個推介會嘅。咁佢哋亦都唔會收埋嘅喎，因為如果你註定俾人哋咧，咁即使個阿 Sir 喺門口叫你唔好入去，你都會中埋個頭入去。你甚至乎仲會同個阿 Sir 講：你唔好阻我發達。人咧就係咁樣嘅，你一旦個思維啦、邏輯俾人哋控制住咧，阿 Sir 嚟到都冇用啦。咁第三樣啦，點解會落搭咧？點解會落搭？點解會落搭咧？好簡單嘅，咁佢做到啊嘛。你如果試下呢班騙子咧，係300萬起步入場，40% 嘅回報，咁好多香港長者佢有心冇力啊嘛。佢係好中意呢啲回報，但係你300萬實在太昂貴啦，昂貴到唔係思唔思考嘅問題，而係人哋根本冇呢啲能力所以咧，佢哋呢班騙子個天仙局咧都係好簡單嘅，佢就係10幾20萬，頂籠唔超50萬最多啦100萬樓下。咁一個香港嘅長者拎住100萬樓下，點樣都有嘅。因此咧，如果你身邊有類似財務狀況嘅一啲長者朋友咁你真係要提一提佢啦。特別睇到呢條影片嘅時候，咁最後啦，我亦都係多謝大家收睇到影片嘅最後呢個 moment 啦，即係證明大家都比較認可，同埋咧諗嘅一啲嘢咧都同我一樣，即係冇咁多啲筍嘢等我哋，唯有做嘅咧就係腳踏實地啦，同埋咧儲多啲錢，做多啲理財嘅一啲投資啦，等待我哋嘅一個退休生活可以完全吸化翻，可以保障翻自己，保障翻自己。影片嘅最後，大家都知道我係從事中國房地產相關行業嘅，因此咧我都想用翻專業嘅術語去同大家講翻最後少少嘅一啲感受。咁由於而家經濟咧行緊下坡路嘅，呢一切嘅投資計劃咧就唔可以用舊數據、舊思維去分析，而係要打亂晒，用翻我哋新嘅一個資料去分析。同埋咧，經濟下坡路嘅時期，你去投資咧，一定要預翻咁上下嘅一個防線，即係去到幾多我就要止損，好似買股票咁樣。咁最後啦，祝大家可以喺人生嘅路上咧一帆風順啊！即使有少少嘅一個挫折，但係希望大家去跨得過去，開啟迎接我哋更加好嘅人生。包括退休亦都係一樣。好啦，咁最後啦，又嚟到我哋頻道請求大家可以鼓勵翻我哋，即係 like 翻我哋啦，同埋咧
如果你中意我哋嘅頻道，中意我哋相關嘅拍攝內容咧，咁我下一期想睇點算，訂閱我哋就得㗎啦。咁我下一期會講啲咩 topic 咧？嗱，類似依啲景咁樣啦，冇錯啦，海景樓啊。咁我而家就住喺度嘅，但係佢都好大嘅伏位等住你㗎喎，你又知唔知道呢？如果想睇類似嘅一個 topic 咧，記得喺留言區下方咧 comment 翻啦，支持想睇啊！我係 Johnny 啊，咁就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